下来看人个专题报道，前2年人个报道的1年前，受到破坏的水神堂为修整一条路，还从南没有，被遭到本都市规划计划局架架。台中市政府此次条例当中有规定，系屋主向自家来囤建筑物拆卸，如得到此拆奖金，如建筑物的补助金60%。去年9月初9，水神堂本人列做视听估计，其实如屋主已放弃的300万元的此拆奖金。现时台中市都市规划计划处的还有这碗堂、福建人等6个建筑物，也屋主一直无同意等6座历史建物，如係唔想講損失的，也同樣到入200萬嘅此拆獎金嘛。為咗到避免歷史建築亂嘅無害的，台中市政府最近搶快研究推為補償嘅獎勵辦法，希望對怪樹底下搶救轉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建築。对去年的7月11日列做强天古节，短短2整夜过后的9月初9，水神堂就变做视听古节。不过，在事件的背后有一段隐蔽的故事，就是屋主持通放弃的有300万按度的此拆奖金。安尼做前都是为到老老祖公传下来的珍贵文物保留下来。祖父创建那些真迹，我祖父的笔记。他写的很多一些门联都是他亲手写的。老实讲，我还蛮佩服他们，他愿意把牺牲掉制裁奖金，然后来把保留他们这样具有文化，因为它保留下来是公共财，是大家可以去看的。他发现这栋建筑应该是清末或者日初那个年代的建筑，当时是正身跟富荣。在台中市从水神堂案内，为放弃此拆奖金保留历史建物的屋主行起动手，因为照台中市政府共向工厂超前建筑规量物补偿此次条例第10条，批下工厂施工以前此通超前的人，就得到建物补助金的60%来做超前的奖励金。在按相应的条件下，屋主就变到唔想为保留建物。从喺13、14期重挖期内，各有数第3种同水蓝颜料也2座建物，经过文化资产审议委员认为有登留历史建物嘅资格，提议专用期度建物内没有福建人也掉3名为所谓屋主，都唔想为被登留做历史建筑。另外，也从台北机场期团证书提团，刚刚没有80年历史嘅火房屋这稳同屋主，同样没考量到此拆奖金。含地嘅考虑为保留建物么？自动拆除的奖励部分差不多有400多万。如果我们没有拿到自动拆除奖金的话，这样就影响我们的权利啊，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只有自动拆除，因为才可以领到这一笔奖金。为到提高屋主老建物保留下来嘅意愿，台中市文资中心研究讨论相关办法。市委屋主同意登留做历史建筑，就会发奖励金，韩国今日就同其他拆迁的奖金平等，就让地主不至于因为他的具有文化资产的房子保存下来之后，他去损失一笔钱，因为那个钱还不少，听说好几百万。我在这里土生土长，对这里充满着感情，在不影响我们的权利里面。我们的那个自动补偿金也能够如期的发放，我们地主就十分的赞成，把这个建物兆安堂登记为隶属的建筑物。也下周补救限媒体慢，台中市文资中心安算。屋主奖励金发放办法，喺讲第10月的送去议会批查过后，台中市有希望对怪树下有到留出历史建筑，就唔会因采集发作废。下个新闻李行动，齐志伟、冯子涵，台中报道。